今日大法官7个被提名人拜节时，拢互立法院否决。总统府的秘书长潘明安强调，总统赖清德会伫限期内完成补提名。也若针对立法院前一阵通过3大有争议的法案，潘明安嘛表示，总统会依法公布。也毋过行政院敢要提起复议，尊重行政院的决定。那么。 不需要任何人私下向我澄清，请问总统派谁去跟刘建怡澄清？我逐一打电话向各位被提名所以你就打给刘建怡嘛。致意，私下打电话给他的很多人，很多人啊，所以你是很多人安慰其一嘛。 总统府秘书长潘明安证实，伫立法院全面否决大法官人事案了后，受赖总统指名，一一卡互7位被提名人之一，也包括民进党立法院封杀的刘静怡。佮表示，府方会伫法定时间2个月来完成补提名。各界也关注立法院顶日伫冲突中通过的宪法诉讼法、再会法、选罢法修法，赖总统敢是会如期公布。 总统作为宪政的守护者、宪法的守护者，当然会依法公布。总统府在昨天下午，好像是傍晚的下午的时候，有收到这个样的这个咨文，但目前还没进入到程序。如果行政院提复议的话，当然总统就会核可，就会进行到复议，是吧？这个我要尊重，我们要尊重行政院。潘明安指出，赖总统要求行政院应该复述，总统也依照宪法规定公布法律，也好尽寡团。赖总统会启动议制调解权的讲法，同时立法院民进党团启动救济手段表态，准备对宪诉法、选罢法提出释宪。民进党团我们已经进行宪法诉讼法释宪案的准备，我们会尽速的来递出。行政院要用合理合法的方式来提出救济手段，我们愿意尊重。根据了解，总统公布法律了后，行政院会伫10天内对3大法案提复议案。另外，敢是会提出释宪，还是有其他应用做法，由原来继续讨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